新的问题啊。来，过年了啊，开动了啦。咱台湾过年的传说，敢有人知影？我们台湾过年，不是啥物年兽吼，台湾过年吼，台湾岛是一个沉岛的传说，沉岛啦吼，就是讲咱咧拜神的时阵吼，咱有用一个神叫做顶镐，就是看那个灯的猴子的神顶镐啦吼。啊，因为大家拢注重别种神，拢对迄个顶镐啊，无啥看重，顶镐的换魂，就去甲玉皇大帝。伫遐讲台湾人的歹话，然后玉皇大帝感觉讲，就互伊慎重讲，哎呀，这台湾人真正无好，所以伊决定过年时阵要甲台湾岛平落。大家讲即些害啊，所以迄阵伊是就紧甲是送互走，莫对咱做伙平落。二九年，咱讲的二九年就是除夕夜，咱除夕夜做二九年，大家就拢叫着转来，最后一餐啊，食团圆饭，食团圆饭，迄个观音菩萨啊，其他的神啊，去甲玉皇大帝讲情，尾玉皇大帝收回成命。初一，大家醒来看台湾岛无定落，所以大家开始恭喜，世局然后初四个也是接转来，这是咱定岛的传说。后礼拜元宵所以一日庆祝甲元宵。好，来，咱开始看新的课程。OK。过年有生物去看那边。死了吗？死了。游戏学刚刚用一下。你无啥迄落，无啥电脑来，真傻啦！安尼我很错，我给先上课，上了老时间啦。因为恁比明仔载班加2节课，因明仔载复习考，然后礼拜3个放假，恁加2节课。所以进度还袂安来，阿未？来，咱下册你看两目次，下册的讲啥？要下册都报哈，只有3、4、2章。第3章在讲天气，跟咱的大气层。第4章全球气候跟环境变迁，因为咱的气候是甲水圈、生物圈上面地质都互相影响的，所以也讲了全球暖化、海洋，甲气候天气灾害，所以后学期就这2个重点，安尼尔。内容较少啦因为3下拢理化蛮少的。咱来看天气，来头前大气的成分是复习尔是开始复习，来复习一下。大气中占最多第1名的是啥物气体？氮气。氮气有什么特点？它是惰性气体。是啊。不是哦。很轻很轻。惰性然后人虽然活性无大了嘛，但咱人归类做惰性气。N2
惰性气体是氦氖氩氪氖。哦，氦啦，氦氪哦惰性气体。不是没有氮，没有氮。啊，那么氮的活性确实比较小。黑马。啊，它也占多少？73%。啊，70倍嘛啊。78。来，去了4/5。啊，第一名呢？氧气21%。哎，21%。来1/5。好，1/5。我以前做这节实验嘛，我们来用做过了，可以3节蜡烛点火，然后下水冷管一个水槽放水，蜡烛给烧，啊，你3节烧杯，为蜡烛来扛落，这个蜡烛的火焰的安怎？熄灭。会越来越小，越来越小，晓得吗？为什么？然后同时这个水面会怎么样？这水面有没有？上升啊！因为蜡烛燃烧用掉什么？用掉氧气啊，水面会上升，大概上升多少？蜡烛才会熄灭。21%。大约1/5嘛，蜡烛会熄灭嘛，所以这证明说什么？空气里面助燃的气体大概占了1/5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实验有做过无？哦。无咯，我有做过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你若蜡烛快要熄灭的时候，还没有熄灭，快要熄灭的时候，你忽然把烧杯拿起来，它突然变大。这左会怎么样？蹦。这左会怎么样？爆炸。重新点燃，对不对？错。后来东西这个实验卖英雄，想当然尔哦。我为什么印象很深刻？我在自己真的做这个实验之前，我也认为说这样啊，你快要烧完了啊，我打开氧气是不是又进去了？进去它是不是重新燃烧起来？理所当然嘛。结果我轻轻地做这个实验，要拿把烧杯撒起来，发现到咩代志？水就进去了。蜡烛火焰瞬间熄灭，完全相反。为什么？晓得吗？因为有风。聪明。空气进去呀，空气冲进去呀，是不把蜡烛吹熄了？安尼怎样？可能是你开手紧。你以为空气进去，烛火会重新燃烧，结果不是，空气进去，蜡烛吹熄。好，所以实验这个物件吼，你若你偷看做，该实际去做，有很大的差异。我以前的呀，你看没做水的电解吗？老哥没有做。还没有，因为电流的化学效应还没有。电流是下面经过的啦。电流的化学效应。以前旧教材水的电解是国2理化第一个实验。然后把你复习理化，因为说讲两样，水的电解可以杀人，可以碳棒，它把试管装水倒插在里面，然后接上电池，正极、负极，然后里面加一些稀硫酸啊，是氢氧化钠，这导电，一通电之后，这碳棒那管会产生什么？气泡，
产生什么气泡？氢气跟氧气嘛，水是氢气跟氧气组成的嘛。哪一体产生氢气？哪一体产生氧气？同体。啊，这边正极，这边负极。哪一体产生氢气？哪一体产生氧气？负极是硒。来，我用记物件爱有技巧啦。甲恁讲过了后，恁记起来绝对不会忘记啦。负极产生氢气啦，正极产生氧气啊，这叫什么？负氢正氧啊。负氢正氧啊！你回去在那边负氢正氧，负氢正氧，你老爸听到就觉得说我儿子怎么了解我的心事？不知道是香港脚在痒还是七年之痒。爱达尔负氢正氧，好，负氢正氧，所以负极产生氢气，正极产生氧气。这就是水的电解实验。我刚来国昌的时候，我带理化实验，我带完之后，我跟他们很感慨说，我觉得国昌的实验器材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太好了。我说老师，你是不是在说反话？我说不是哦，我想要安尼讲，我来国昌进，我去立德。国昌的设备吼，就是规组钉伫木板顶管，你才加水，无我来讲吼，你光这个装满水的试管吼，要把它倒插进去水里，然后里面都不要一点气泡跑进去。这就是高难度技巧，因为这烧杯就水，你要塞住，然后把它倒插进去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让气泡跑进去，因为这样收集的气体会掉出。这就是高难度技巧了。结果不是国昌的整组都定好，你只要从这边灌水进去，它就全满了，然后连那个电池都装在那个板子上，你只要开关一开，就是该加的水、该加的浓硫酸加，你开关一开，它就开始冒气泡，然后做完，大家很高兴的写一写报告就回去。我在立德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要翻箱倒柜找，还不一定找得到器材哦。我记得我老在咧做实验的时候，我翻箱倒柜找了，结果我找无啥，我找无碳棒。我把这件事翻遍了，我就是找不到碳棒，找不到碳棒怎么办？我总不能跟同学讲，歹势哦，咱平啊器材无够，同学我们来做实验啊，我问你，碳棒是要从哪？碳棒的作用是什么？导电，对不对？只有碳棒可以导电吗？金属都可以导电嘛？碳棒是唯一会导电的非金属嘛？既然你的目的是导电，你有没有一定要碳棒？问题是没有碳棒，你要拿什么？我要拿什么？铅笔。我当场看到我的书桌有一盒回纹针。回纹针怎么做的？铁做的，铁会导电，可以导电。它是那种大支的回纹针，我就把一组拿2根把它拉直。喂，你偷人啊？无啊，正常。一组拿2根把它拉直。同学来做实验的，我说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做水的电解实验，都照课本上，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实验器材升级，我们不用碳棒，我们用亮晶晶的回纹针，一定脆弱。要开一折啊，刚有气泡出来。有啦，那但是哦，1分钟过后，有一组开始鬼叫，动作比较快。他说：“老师，我们的试管有绿藻生出来。”
后来每一组都这样子。我一看正极6组，每一组的正极都有绿藻生出来。绿藻是一种生物。哎，身为老师，红姐就说：“哎，老师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为什么会生出绿藻出来？”你老师也不能跟学同学一样说：“哈，怎么会这样？”这样好像那个魔术师穿帮一样哦。当老师要什么反应？一本正经的说。当老师要这样子。哎，为什么要有绿藻生出来？同学想想看。其实那时候我正在想想看，我自己也在想，为什么会有绿藻？因为我没有时间先做一次实验，我找到回文这里已经上课啦。但是我想一个就知影，是安怎？恁叫看卖，是安怎正极哦？敢若正极有绿藻出来。氧气入不高。正极你生什么？生氧气对不对？回文针是啥？是啥物材质？是铁对无？铁加氧的安怎？氧化铁。氧化是啥物物件？氧化铁是啥？不是氧化铁。铁锈啊！氧化铁是铁锈啊！哎，铁锈在水里被水一泡冲上来，是不是有点像绿藻？哎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看过一瞬间就一分钟哦，摆亮晶晶的回纹针表面居然满满的铁锈生成，然后被水一冲，环绕在整个试管周围。你今天拿看棒，不会有这种意外啊，你不会有这种意外，所以这就是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跟国昌的同学讲说，你的器材缺点就是太好啦，因为你拢做完备，袂发生这种代志。按我来讲，现在我在做这个实验。现在我在做这个实验，不会有绿藻生成。是安怎样知？因为回纹针会生生，你即摆回纹针敢会生生？袂吼，即摆回纹针想要袂生生，因为表面经过处理，它的表面有特殊处理。因为它表面经过特殊处理，你拿下来纹针在做这个实验，它不会生锈。但是你若去迄个实验室看实验室的鳄鱼甲，你后来做实验去看实验室的鳄鱼甲，是安怎？逐支鳄鱼甲的表面拢安尼规个生生，迄个鳄鱼甲表面无做这种处理，所以你鳄鱼甲泡伫水里面，水内底，它就氧化了。它就生锈氧化，好，所以会有这种结果。安尼记起来吼，你若安尼记，一世人袂记起，完全一辈子不会忘记。父亲正氧，父亲产生氢，正极产生氧。我本来要在这边碎念，明天就忘记了。找一个有逻辑的东西，把它记起来。哎，记东西就是要这样。来第三名呢？氩气对不对？氩气是做氢气里含量最多的，也是全部的第3名，大概有1%。氩气是属于单原子分子，所以它不要加一个2。啊，你话内底。爱把每一种过滤气体的特性哦，小可记起来。来，像氦气有啥物特性？氦气的特性，
它是比空气轻的气体，也让代替氢气灌在气球里面，它又没有可燃性，所以会比氢气安全。哪一气呢？那个霓虹灯，氩气第3名，含量最多。有一种焊接叫做氩焊，氩焊什么意思？你焊接金属的时候，你的表面温度做管裂，会金属氧化，所以你表面喷这个氩气，它可以隔绝空气，避免焊接的金属去氧化。好，所以这种爱记起来。好，后面有一寡变动成分，后面要变动成分，包括水汽、二氧化碳、臭氧啊，这其中特别注意水汽。伊的变动是上大的，伊有可能超过第3秒，在热带海洋的上空，它可能到达3%、4%，但是在沙漠里面，它可能完全几乎是0。当然，全球平均起来已经不到1%个差不多之类。好，这是复习的，再来讲重点。讲重点，大气分层。大家注意哦，大家的地面，咱为地面开始看，因为离咱上近。第一站，来，爬山愈爬愈悬，你的温度会愈来愈安怎？啊，你咧录音啥？啊？你爬山爬高了，温度会怎样？越低哦。为什么？不是离太阳越近，想到也越低。问题啊，咱的温度是太阳给我们的啊，问题是太阳怎么给我们？假如它越接近地面，温度也越高，因为向阳吸收太阳的热量从这里，就咱的头壳，我们的地面啊，最会吸热的，海面也会吸，但是如果是冰川，它就会把大部分反射回去。所以呢，地球曾经经过冰河时期，那时候地球海洋都结冰，它是一种恶性循环。地球如果海洋结冰的话，它会越来越严重。就是说，它会把更多的热反射回去，导致地球更留不住太阳的热。所以越接近地面越热，越高越冷。所以第一层叫什么？臭层。想到来对流。对流层。想到来对流。因为蒸发这样。热的东西会往上，对不对？对。它冷的会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地面温度比较高，它就往上，冷的就下来补充，所以上下会对流。它一直到距离地面大概11公里的地方，到达最顶端。这个11公里会随着纬度不同而有所差异。因为你比赤道对流层也要管，对流层也要管。是海拔还是离陆地？对，就是地面海拔大约11公里的地方。假如咱讲到11公里会到对流层顶，因为从这一层
以上，温度变化开始反转，也变色越高，温度越低。一旦越高温度越低，它就不再上下对流，一个变色上面水平。这个平流层，这个平流层，那但来讲是安怎会有这些温度变化？第一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地面的东西吸热，所以越高越冷。可是冷为什么冷到底会有一个反转？到平流层底又有一个，它降到一个最低温，又会有一个反转，会应该说到这边升到最高温又有一个反转，又中气层。好，来，你问我讲，霞那这边会有一个最高温出来。一个最高温是地面吸热，这里的最高温是什么吸热？大气层中有一层空气会吸热，这一层空气在平流层中叫做臭氧层。臭氧吸收紫外线，把它转成热量，所以这边出现一个高温区，就是臭氧层吸热造成。等到这个高温区反转到中气层，到一个最低的地方之后，到增温层一去不回，越来越高。好，第三个问题，热力为什么会越来越高？这里是臭氧，对不对？这里是地面，这里呢？对，就是我刚讲的太阳，太阳照射，所以这边温度高的离谱哦。你说这里温度那么高，那不就很恐怖？不会，一点不恐怖。为什么？空气很稀薄，空气很稀薄。温度会对你造成的伤害是总能量，不是个别的温度。我举个例子给你听。我问你，蒸汽是不是都高过100度？没有啊，不就是100度吗？水蒸气一定超过100度嘛？哪有吗？那空气也超过100度。我觉纯粹的水蒸气，水要气化是不是超过100度？不一定。可是你为什么可以在那个SPA 的蒸汽室里面很舒服？因为可以控制温度。可是你的那个水不要说100度啦，你今天只要70、80度，你的手进去不好买。那个你就2度灼伤、3度灼伤了。可是你进到蒸汽室里面明明蒸汽都超过100度的哦，为什么你在里面那么舒服？弄不出来，很简单，分子的密度、温度，安怎啊？温度是每一个分子的动能，它会给你的能量是跟你接触的总分子。我举个例子啦，我们以前玩战略游戏有那个士兵训练的程度，然后呢，有一个训练程度不怎么好的军队来打你了，每个训练程度都是有60、70，可是他有10万大军。另外一个国家派军队来打你了，
他们训练程度很好，每个士兵训练程度都有100，可是来2个人，你觉得哪一边比较可怕？我最可当怕。然是10万大军的啊，训练程度100来2个，有什么用？所以增温层以外，个别空气分子动能很大，温度很高，没有用，因为你走半天碰不到一个，所以对你影响不大。这样知道吗？是你新的东西。后来，平流层除了有臭氧层之外，还有什么特性？它没有天气现象，因为天气现象在对流层，它因为没有天气现象，没有什么云雨啦，乱流啦这一些，所以长程客机都飞到平流层。你若坐国际航线呢，你若有出国过，坐国际航线过，你有看过云海？我来讲，你下骹看到云海，迄个云海就是对流层顶。那个云为什么它会那么整齐的就一个海平面？因为它那一个平面就是对流层顶，它的地面的水汽上升变成云，最高就只能到达这一个11公里，所以飞机只要飞超过就好了。它在飞高浪费能源，但是它如果飞在对流层的话，它要消耗能量去跟空气那些扰流乱流对抗。如果是咱的用北高航线的，就唔免啦。咱的北高航线，你啊千辛万苦飞到平流层顶，已经准备，对，飞到平流层已经准备要降落啊。因为它的里程太短，所以只有国际航线会飞到平流层，然后在平流层飞。所以你在国际航线想要看它爬起来的时候跟降落的时候要系安全带，中间为什么不用？因为中飞伫平流层，刚刚起来到要降落的时阵，你会拄到扰流乱流，所以你唔通乌白走。叫你乖乖坐伫座位顶悬，安全带绑好，就是安尼，好，再有沿臭氧层，25公里的地方是最后的，臭氧层大家拢知影，伊阻挡紫外线，伊阻挡紫外线。咱讲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是伫6亿年前臭氧层形成。我们的生物太阳会深水里面、深海里面爬上来。后来，接中继层，中继层只有一个重点，因中继层顶是大气层内底温度最低的地方。之后反转到增温层之后，增温层第一个人造卫星飞在那里。因为空气稀薄，人造卫星袂受到空气阻力。第二个极光，极光来，太阳光的带电粒子被地球的磁场引导到南北极，然后之后跟空气摩擦发生极光。你若有兴趣，你会当报名迄个到北极去看极光的。问题是到北极去看极光，什么时候能看到？冬季的时候。没有人知道。你可能10几天的旅程在那边都看不到，然后就回来了。你可能去第1天就看到了，所以极光什么时候会有？不知道。但是听说很漂亮，看相片就水啦，我也没看过。那是大自然景观，这样子七彩夺目的整片天空，的极光，有机
机会，你若唔惊看，有生之年可以去看一下。南极哦。啊？去南极。去北极看极光嘛。还可以。南极比较难过去啊，而且南极太冷。啊，北极我们有陆地连过去，南极走路就到了。就海，而且南极的气候比北极要恶劣很多，所以一般来说看极光大概都是到北极去，除非你要看极光顺便看企鹅，那你就到南极去。好啦，咱今仔日讲啊，大气的构造，这40以小可提点来复习一下，贵地面开始对流层。这个高度啊，以下有对流层差不多10公里、11公里，然后到平流层里大概50。啊，咱记整数好啊，这些10啊，平流层里大概50啊，中立层里大概85公里。好，大气的分布是很不均匀的哦，空气在越低的地方密度越大，到越上面就越稀薄，好，所以它是不均匀的分布。平流中气增温。来，我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我们是根据什么把大气分成这4层？温度。温度的什么？变化。温度的变化。每一个温度反转的。就是每一个温度的反转，就是分层的界限。各位同学进行门轨，我们根据什么把固体地球分成地壳、地函跟地壳、地函跟地核？我们根据什么把地球分成这3层？还记得吗？组成物质，地核的组成物质是含铝的细酸盐类，地函的组成物质是含镁的细酸盐类，地核的组成物质是铁、镁这些金属。那我们要根据什么分成岩石圈跟软流圈？状态有没有可塑性？好，所以每一种分法都有它分的依据。各位来讲，我们这什么老年人、中年人、青年人都有它的定义。现在联合国听说已经把那个老年人的定义把它提升了，因为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高。好，所以中年人原本譬如说可能40岁，然后就变56，这些都算中年人。然后超过80以上的才算老年人。啊，纯内用中年人。